一，只为干因话用事不行，下的这种以内无你有是乎？除了话，只行三公即随无，是话不好帮和，是你不会讲，我不悟呀，你也临书离库，好无理行者呀。一章是话，互你渴求呀，随一边之书，我亦为是，如不渴求，将我所学。一章自是所信，在见即。一章自在写文章，三卦不知欲避，话不多为各自之有需要。四章言有话，夫子为君后，夫狂话，若我将文字，即话至于作者何钱也，话过一千钱也，话还何话，救人比救人有何还？说话夫子不为也。15章说话换所书。因水出将而前事，都亦在之中矣。不義是夫車貴，故我如夫魂。16章說話，假我所言，我是之學業，可無大個義。17自所雅言，是書絕對，該雅言也。18講論康子有出路，出路不對，出話都係不話，其為錢也，不分同事，若義同要，不知我是將是文理，19出話，我為生理之一者，好過對於求是者也。20自不顧怪略亂行，21章是話三人行，必有我所言，一個先者而講之，而不先者而改之。22章是話天生即有，反對之路有何？23章是話23祖以我為問候，我不問候你。我無行理不悟23祖者是無樣。24注意事教本性重視。25章是話聖人我不得利見之意，一見君子者孰可以？是話聖人我不得利見之意，一見有形者孰可以？無理為有，非理為盈，欲字為泰，然後有形義。26章注掉你不公，亦屬。27章是話，假有不知理作之者，我無是也。多聞不知先者理講之，多見理知之，彼之處也。
28章，互相然有言，当自现，闻人血，自话有其进也，不有其退也。以何心人极己以前，有其极也，不报其报也。29章，自话人怨何在？我欲人，使人自义。30章，兵书败，文昭公治理好，孔子话治理，孔子退，一无马其利尽之话。我问君主不当，君主亦当好。君主有我为当性，为之我名主。君立治理，邪不治理。无马其一个自话，报也行，报有个人不逼之。31，自恶人各离先，必须犯之，离合合之。32章，自话本无我有人也，强行君主，即我未之有之。33章，自话若性有人，即我欺敢，亦为之不严，非人不惯，即可为文理意义，公世华华，正与地主不联合也。34章，自即便诸罗清道，自话有诸，诸罗对话有之对话，多你有上下神奇，自话无之道救义。35章，自话听之不顺，欠之过，有之不顺也，令过。36章，自话君主叹东东，小人重切切。37章，自温离咧，威而不明，强离安。